歡迎收睇李正儀區議員香港無處不旅遊系列。咁今日我哋就嚟到天水圍嘅水資源。水啦係人嘅生命資源，係城市發展嘅基石，更加係呢個人類文明不可或缺嘅核心。咁今日我哋就嚟參觀下香港嘅水務。冇錯啊！特別今年正值東江水公港60週年，一脈相連，飲水思源。甲子之數依靠東江水嘅穩定同供港，香港先可以安定繁榮，發展成今日嘅國際金融中心。而水資源都有記錄翻往日制水嘅苦況啊！咁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入去參觀下。好，水資源內部有成12個展館，包括係水嘅回收啦、水嘅循環等等。哇！一嚟到就見到兩個真鮮用水嘅海報。哇！睇下以前嗰啲人用水桶嚟得水，淨可以供水到4個鐘，都好辛苦喎。而家睇到都相當震撼。冇錯。咁呢張海報就應該講緊1963年嗰陣，咁因為嗰個時候香港嘅供水主要依賴降雨啦，同埋呢個嘅水庫供水，咁都冇東江水嘅供應啦，所以令到呢個嘅水質相當之缺乏。而且當年因為援助不足，就令到當年就4日先供水至有小時。咁真係見到當時東江水供水呢個市民水深火熱啦，有成19個行業都市民控制。所以你要珍惜食水。泡啲水，然之後乾淨。咦？咁之後佢輸入幾多供水？咁後尾啦，就喺廣東政府同埋呢個嘅廣東省政府就達成協議啦，喺呢個嘅東江供水啦，同埋另一方面啦，喺短暫嘅時間裏邊都可以喺太陽時去珠江水域度取水。咁後尾咧，因為頭先就講，咁就帶嚟咗大雨啦，所以個供水方面咧就暫時舒緩。但係去到1965年啦，東江水正式輸入香港呢個嘅香港水荒先徹底解決問題。我哋而家睇到呢個嘅木湖3號啦，就正係東江水供港嘅第一站啦。原來東江水要嚟香港都要咁遠路程。係啊，咁東江水啦，呢度就睇到啦。東江水供港啦，要經過成83公里啦。咁係佢唔單止係遠啦，更加係逆山勢而行啦，係要令自然低頭。咁因為華南嘅優美地帶啦，令到呢個嘅有啲山峰會阻住東江水流入香港啦。咁所以要將東江水嘅水位先拉升至16米，然之後咧倒流入深圳水庫，最後先可以再流入香港。咁當時呢個咁浩大嘅工程都係動用咗成4萬人嘅工人同時開工，先至可以喺2年之內就建設咗呢個嘅咁浩大嘅工程啦，供水入香港。但其實東江水已經不知不覺間60年，但係當中我哋都聽到好多爭議聲啦。咁其實當中爭議聲就會話：喂，會唔會香港嘅東江水啊，成日都有機會同新加坡嘅用馬來西亞嘅水嚟做比較喎？咁係啊，香港東江水無疑同馬來西亞供俾呢個新加坡比較相比啦，就會比較貴啦。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，因為我哋唔可以忽視83公里嘅供水呢個輸水管道嘅垂流戶啦，同埋為咗提升呢個香港嘅水質，內地啦特登建設咗呢個嘅專用嘅輸水管道啦。咁呢啲嘅垂流戶嘅管道都無疑會加重呢個嘅成本。另外，東江其實佢嘅水資源並唔充裕啦，咁唔係好似西江咁喺東江啦。呢個嘅水資源本身係比較少，同埋啦，仲要去經過東莞啦、深圳呢啲嘅大城市啦，同埋工業城市，佢嘅用水量都相當之大。但係香港嘅供水一直都係受到呢個中央嘅確保同埋保證。即使其他嘅城市可能會因為呢個嘅水量不足而減少配額，但係香港嘅影響都唔係咁大，中央都保證咗對港嘅輸水。原來係咁啊！我哋依家了解到好多東江水嘅歷史，好多唔同話喎。呢個係咩展覽啊？咩比賽啊？
東江水公港60週年填色比賽喎。喂，睇下呢幅，雖然係優異獎，但係我幾中意佢嘅風格，有少少卡通 feel。估唔到而家嘅小朋友填色同埋繪畫都有啲水準喎。佢入邊仲有呢個洋紫荊代表香港啦，上面呢個係供水工程紀念碑，係代表中國。咁代表我哋嘅 slogan 一脈相連，飲水思源，個概念都唔錯。但可惜淨係得優異嘅。咦，咁我哋睇下冠軍先。哦，佢畫咗呢個成個代表香港嘅維港海景，上面就係60週年啦，同埋我哋祖國父親，佢孭住我哋香港，代表我哋呢個嘅東江水，祖國供應俾香港啦，係成個香港城市發展嘅基石。估唔到初小組嘅冠軍都可以係咁誇張嘅，咁有教育意義嘅諗法都諗到。聽講呢個展覽係到最後今日嘅喎。係啊，喺水資源嘅展覽今日就會完㗎啦。咁另外之後會搬去沙田政府合署嗰度啦。大家想睇咁靚嘅畫，就可以去沙田政府合署。個日期咧就會要留意政府嘅公佈。好啊，咁我哋都嚟到呢度啦。咁屏幕前嘅大家如果想參觀水資源嘅話，可以喺翻下面呢條網址度預約參觀啦。咁真係感謝東江水公港60週年，令到成個香港嘅發展可以得到咁長遠、咁穩定嘅基石。一脈相連，飲水思源，耶！